還穿起身裝安守家中，等候來電，等他愛。禮拜六為何難放膽？走得開，何解又怕又期待？錯落不安的愛，男生這東西忽東忽西，他突然又很可愛。要對付頑童們到底要幾個愛？6歲就渴望愛情，有沒有害？十分之喜歡，等不等於愛？沒有誰掛著無關什麼，可借眼袋，四寸半又要怎麼去愛？為何男孩情願拋低女朋友，陪住老友通宵打機不戀愛？為何男孩平日的討厭習慣，承諾過我會戒，到後來說句抱歉沒有得改。King Sir ready 未啊 ？Ready？ 試試佢啊！好，嚟咯喎！嚟咯！OK。OK，又不是。我係我未話。好，我係嚟咯喎！又不是80年代寂寞放心的愛，還穿起身裝躲手家中等候來電，等他愛。禮拜六為何難放膽？走得開，何解又怕又期待？錯不安的愛，男生這東西忽東忽西，他突然又很可愛。要對付頑童們到底要幾多愛？Hear 到啦，OK。